收手啦！亞摩廉英超歷年冠軍三後衛成功嘅只有干地啊！盤點足壇成功嘅三中堅案例，祖雲達斯3142意甲冠軍啊！當年嘅主教練係干地啊，門將係保方，中後衛位置係巴沙利、邦路斯同埋哲連尼，後腰位置係派路，中場線迪斯尼、馬茨斯奧、維達搭檔住啦列治史迪納，前鋒線係活字列治搭翻住加里艾雷拉啊！而車路士方面係343英超嘅冠軍啊！主教練係干地，門將係古圖爾斯，中堅位置係卡希爾搭檔大衛雷斯以及艾斯比利古達，左翼位置係亞朗素，右翼位係摩西斯啊！中場線馬迪治搭檔住簡迪，前鋒位置係夏薩特、哥斯達同埋柏杜。而國際米蘭方面呢係352陣式意甲冠軍，主教練係小恩沙基啊，門將係蘇馬，後防線帕華特搭翻住迪華積以及巴斯東尼，右翼位係杜費斯，左翼位係迪馬高，中場線巴里拿搭檔查漢盧古以及米希達恩，前鋒線係馬古斯杜林搭檔住拿達魯馬天尼斯啊。